继续来看云林县警察局伫斗六个大学路甲中山路口设置科技智慧执法的系统，透过人工智慧 AI 来抓这个交通的违规。讲8月、9月2个月宣导期，就抓到4000多件违规。今仔日这个科技执法正式来就路，要提醒咱当地乡亲爱守规矩。 斗六市大学路3段甲中山路是通到市区的重要道路，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甲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云林县警察局甲交通部争取212万的经费，直接设立科技智慧执法系统，要抓超速、路网等种种的违规行为。取缔超速、闯红灯、违规回转、未依标示标线行驶、未保持路口净空等5项交通违规。 这项系统伫8、9月份宣导期，总共发现4239件违规，其中有超过1800件拢是超速。为今仔日起会开始开单。本系统在8月20号正式建制验收完毕，预计11月1号正式执法启用，请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以保护自己他人行车安全。 除了一般的超速、路网等科技执法更加增加，违规设番头、无依照规定变换车道，以及无保持路口净空等等有5项违规行为，拢会开单，提醒乡亲来遵守交通规定。